做冬天的彼块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蕉被，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这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后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郑乔安。恁所听到的《爱的情火》、《米酒批》，还有《小飞侠》这些作品，恁敢有想要听？我较等下就斟酌讲给恁听哦。然后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根本也随时都可以创作。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对音乐很坚持，真坚持要讲，这个歌吼，我要做什么款的感情。然后做什么款的迄个目标，伊做出来了，不过伊扛伊扛足久的，迄歌扛有够久的，扛到要生高啊！伊讲我唔甘即马安尼出来，我爱扛后壁才出，爱就慢慢倒一步一步来。伊就搞煮食的，伊本开个餐厅，你们爱吃美食，问题中伊若小代志哦，伊就放回去。乔安老师，我是音人吼，讲真实的，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重点就是身体爱顾，探亲有手，安尼拼哦，但是拼命三郎，你是拼命三娘。我看你这样子，我嘛感觉就艰苦，不是艰苦，你的音乐是艰苦你的身体，唱歌所有物件都家己包，连这个 MV 你都家己包，你嘛老公弹一个。不过吼，台湾的音乐真正需要这种老师的，你要顾身体，你要好身体，咱才会当逐天见面，逐天啉下午茶。还有未来音乐需要你。吹乱了阮的笑容，伤心的酒，才着来啉这香。是阮个性太倔强，表面当作平常，不愿予人看出阮的悲伤。爱过的人，竟然是伤阮。这呢重，明明是美梦，哪会来断送？放阮情海情茫茫，看阮受尽风雨淋，将阮标字无尾合，你才甘愿？过去的山盟海誓，当作是一生的伤悲。未来的澎湃经过，变成了笑话。如今莫搁讲遐多，非得是已经无关系。阮的情，阮的爱，已经也觉醒。是伤阮这呢重，明明是美梦，哪会来断送？望阮情海情茫茫，看阮受尽风雨淋，将阮标字无尾合，你才甘愿？
笑话。如今莫搁讲遐多，非得是已经无关系。阮的情，阮的爱，已经也到册。今仔日竟然，咱会当邀请到名作词作曲家郑乔安老师，迄个查某囡仔，老师欢迎。国珍哥好，电视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郑乔安。头拄啊，观众朋友可能感觉讲，国珍安尼遮无礼貌，讲迄个查某囡仔，毋是啊，老师，我请教你吼，敢有人甲你讲吼，你含迄个唱那个女孩，迄个查某囡仔，迄个郑琼之生出足共的。是啊，但是我本人。哦，就是你本来哦。迄个查某囡仔吼，甲即马听，还佫足新开口。虽然迄已经是将近离即马10外年进前的歌，迄个时阵用郑琼之推出这个专辑，是啥物款的缘分？其实伫咧郑琼之迄当阵，是我伫外国咧读册的时阵开始的。迄当阵我伫外口拢有咧驻唱。但是我发现到讲，有一些女孩子就是类似伫遐咧坐台安尼，系啊，所以迄个查某囡仔就是咧写即个女主角，系其实我中间休困的时阵，我嘛是有甲伊聊天，因为我家己介写歌嘛，啊，所以我嘛是爱去了解别人的故事，不管是家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还是讲咱伫文章顶悬看到的，还是讲电影看到的，我拢会甲伊写起来。所以我伫甲伊聊天的时阵，了解讲，其实伊的背景环境是较无遐尔啊稳准，所以伊必须伊爱去走这一条路这样子。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甲伊鼓励，好，因为伊嘛足欣赏我讲会当伫咧台顶唱歌，的收入甲伊是无共。因为伫迄阵是澳大利亚在台上唱歌的收入是挺高的，结果伊嘛有想要教我学歌，所以我就豆豆咧甲伊了解这个过程，甚至甲伊考坑。所以我就咧家己写歌的时阵，我就有这个灵感，就是为着伊来写一首迄个查某囡仔。迄个时阵，老师你用的音乐，所有的内底的元素，包含节奏，真侪网友到即马搁咧听这个专辑 ，YouTube 人搁咧点，啊，搁讲吼，到即马听，啊，搁真心开口。我真介意这个闽南语歌，但是其实我去外国读册时，我写足多是国语歌，但是为什么会变做是闽南语歌？因为我咧讲话的时阵，就那个亲像阮爸爸逐礼拜拢会打电话给我，伊打电话给我的时阵，伊拢一定甲我讲，你千万袂使袂记你的母语。好，所以伊嘛定定寄一寡 CD。啊，可迄阵那个年代，还有迄录音带有无？哎，他都有寄。阮大姐啊，跟阮爸爸，他们两个是最支持我音乐这一条路。然后我就一直听，嘛一直写。大概咧创作的时候，我就感觉讲，这个台语讲起来，那个感觉足亲切的。其实伊是一个足水的语言。这个语言伊会使用歌，用无共，会使用念歌去甲伊念。去甲伊做较无共的，啊，因为相对的是我伫咧外国的环境，所以我逐工听的拢是外国的音乐。只是爸爸会寄一寡台湾即马是流行什么歌，伊会寄互我听，互我去做一个参考。所以在迄个环境，一个澳大利亚读册迄个环境，听的出去的，也是开车的时阵，拢是英语的歌，所以这个是一个融合。所以我迄阵介意音乐，因为我是读爵士音乐，那我本身是古典底，所以对我来讲，这个音乐用台语来唱，足水的。所以我就慢慢的转到闽南语的这一块，但是我没有放弃华语，我当然还是嘛是个写华国语歌，但是
无形中，咱会感觉咧写的时阵，咧讲话、咧对话的时阵，咧甲音乐对话的时阵，拢用台语，但是我嘛是拢甲写落来。你若讲歌，当当时创作拢有故事，安尼我吼无甲你问，敢若对观众朋友袂得过。讲有一条歌，嘛是共款迄个查某囡仔专辑内底，讲我的爱你买袂起。哎呦，你去互你发现到这条歌，真正要甲我问。哦，就是内底这首我的情你买袂起。其实这首歌是伫澳洲的一段恋情啊，不小心被你发现啊。甲爸母为着生冤家。你哪拢知啊？你故事写啊？网友到即马搁咧讨论呢。哦，是哦，就是迄阵因为可能我的爸母是较希望讲，我会当完成我的理想啦，我的愿望啦，就是因为我遮音乐嘛，因无希望讲啊，我送你去外国读册，开遮侪钱，啊，遮久。雄雄，你读了，你就想要嫁翁。好，我的比喻是这样子。然后我当时我无法度理解爸母的心情，所以一直为着这个代志是伫遐较无好安尼。好，所以父母亲的反对我们也是要做儿女的是要顺从的嘛。过来我的。把这段感情放弃掉，因为其实爸母是对的，后壁是感觉伊愈来愈无情。迄歌词一字一句啊，我的青春你是无法度行啊。是。迄是真正对心肝悟出来的话，破心肝讲的话。是。我听嘛感觉，所有听众朋友一定甲我同款，受到刺激，受到感动，会当体会。是。迄真正就是有亲身迄个过程才写会出来。是。是。今日既然专工来啊吼，老师我看你互我先来一个。做你问。老师敢会当吼，安尼现场，甲阮嗨两句啊。迄个查某囡仔，也是我咧讲的，我的情你买袂起。有一个故事，我来唱互你听，唱出我满腹悲哀的歌声。这个是前面的一个小段。好，我唱迄个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生作水水又娇美丽，17、8岁，军情短短，唔通去坐台。为怎又唔来好好读一寡册哦？册若读无，做别项嘛出头。对郑琼之行来到郑乔安这段路吼，已经行去足远了。无讲半句的，阮来离开，满腹的亏欠在心内。就算你来怨恨，阮甘愿歹着无情做命，一脚陪伤陪阮，徛在无人的车站，火车了解阮心情，哀怨喇叭声要来去行。心爱的，请你原谅阮来告别，伤心月台。是前世咱无缘，也是今生阮无福气，回来离去。
弃爱你的权利，阮陪你袂去。无讲半句话，阮来离开，满腹的亏欠在心内，就算你来怨恨，阮甘愿歹着无情做命，一脚陪伤陪阮，徛在无人的车站，火车了解阮心情，爱怨喇叭声要来去行。心爱的，请你原谅，原谅阮来告别，伤心越来，是前世咱无缘，也是今生阮无福气，回来离去。三人的约到这为止，请你将阮放袂记。面对无你的日子，夜夜叫你的名字斗相见。三人请你将阮当流水，烧掉爱你的日记，放弃爱你的权利，阮陪你袂去。烧掉爱你的日记，放弃爱你的权利，阮陪你袂去。当时郑琼之返来台湾出专辑，迄又是啥物款的缘分？倒一间幕后的公司甲你支持？啥物人甲你牵这条线，甲你引荐？因为当时我搁伫外国咧读册，但是我中间已经有甲宝丽金，也是就是即卖的环球国际唱片公司迄阵有甲因签即个词曲的一个合约。好，就是词曲作者的合约，所以因拢会甲我邀歌。迄阵是熟悉一个庄丽凡老师，回来之后他就联络另外一个制作部的一个朋友啊，甲我问讲我是不是有在台湾？伊讲我拢伫澳洲啊，所以迄阵因就搁发那个 mail 给我。甲我讲，敢袂使转来，有一寡代志要讲安尼，所以就是为着这种代志，我才搁转来。啊，转来时阵，伊甲我讲，你有搁较侪作品无？因为迄阵我嘛是拢一直咧写嘛。啊，我本来是准备好一张是要送互我的伫澳大利亚的这个粉丝，因为我在中国城嘛是足侪拢有咧唱。好，墨尔本啊、雪梨啊，我拢有背，伊拢有请我去唱，所以我想要回馈这些粉丝，我家己制作一张专辑。迄当阵转来时阵，我就把这个专辑摕互这个庄大哥听，庄老师那伊就甲我讲，我甲你推荐一个许常德唱片公司。迄时我对台湾的任何的news 都不是拢唔是足清楚的，我就认为我家己一直写就好。伊就甲我讲，因为你的台语歌足特别的，所以我想要甲你介绍看卖安尼。
返来台湾本来是公司开会讲是要7首国语歌、3首台语歌，到尾啊伊头家就是许常德老师，伊嘛认为讲，也是这个台语较特殊啦。好，就是说我的风格迄当阵，所以就甲我讲，这个作品就爱发行，所以我才规心返来创作音乐安尼。迄当阵人甲你讲，出家己的专辑，开始吼，煞变做艺人，心理是毋是原来加减有调整？有，因为其实写歌是我足大的兴趣，唱歌嘛是我足大的兴趣。但是其实讲真的，我是较，我有那种人群恐惧症，很奇妙。但是我是足活泼的人，所以我是就是很奥妙，我的个性。我曾经才2年无出门，干那去洗头、去菜市啊、去教会，搁厝里安尼尔，拢咧写歌。所以就是讲。你必须爱静落来，才有法度去写你要爱什么物件，还是歌手要爱什么物件。若无静落来是无法度。可能有个人有法度，伊无静落来是代志足多，伊佫有法度写。因为每一个人的属性无共，我毋是，我一定爱静落来。尾啊吼，专辑出来，爱听的人爱听，毋过敢若讲嘛无讲真正坦白讲吼。造成讲市场规个大刺激，你如果有啥款心理的变化？我一个为外国回来的囡仔，写这种应当会使讲是第2个女林强啦。那时候唱片公司有这样给我号称啦，因为物件太新啦，市场无法度接受，对，因为市场无法度接受人听无。我是第1个内底台语有放国语，有放日语，也有放英语，所以是混合在一起。所有的伴奏，迄当时佫无人写巴萨诺瓦，嘛无人写 techno， 嘛无人写 dance， 但是我会去做比较创新，是因为我伫外国咧读册。有乐器啊，我拢经了足多的。这一半以上拢是外国人编的，外国人编台语歌，我感觉足特别的。因为音乐是无国界，所以我甲因合作，尤其因家拢是大师，伫墨尔本的大师，所以我嘛就感谢阮爸爸，予我有足够的经费去甲这的大师学习。甲因学习，我学了足侪物件，所以我认为讲音乐的物件，毋是讲干那，就一定爱走今麦的潮流。其实我迄当中我写这个物件的时阵，我没有被市场接纳的时阵。我永远记得，好歌不寂寞。我嘛是搁继续写，搁继续写，写到成底讲，我熟悉到一个大师，伊嘛是我其中贵人的之一，郭志毅老师。伊甲我指点足多，什么是市场？伊听过我所有的，搁甚至这个第1张专辑了后发行的。发行了后，搁新的这物件，伊讲伊听几暗，伊甲我讲，什么是市场？迄时对我来讲，因为你知道我写音乐，我想到什么我就写，但是伊讲市场你爱去理解，才写市场，才会对。迄时我毋知影什么叫对毋对，市场毋市场，我认为是音乐就是安尼。我想什么，我去写它。后来，伊教我指点了后，我才豆豆去理解，确实是足无简单的。迄当阵毋是行幕前，就是为幕后开始，去研究每一个，可是毋是我的风格，特别是完全毋是我的风格。尤其是唱较传统音乐的这歌手，我得爱一个去。了解伊的歌词，伊是食什么歌词，伊是属伫什么歌型、歌路，安尼一直去读，一直去学习，一直去听，逐工听拢差不多4点钟以上。所以做这个功课了后，有即届写一首陈蕾的《爱的情火》，这个郭老师就讲，因为郭老师做足多
陈磊的专辑，伊讲你会使试看卖啊，我甲你讲的按这个方向来写。我就写功课嘛，我就做功课，就下出来，伊讲哦，安尼好，他就有这个意境去下谱这个词，所以就成了这一首《爱的情火》。爱情火这首男女对唱的歌。依照我伫外国生活的时阵，是想到什么想到啥，我就写啥，我不会去刻意讲一定要有这个韵脚。当然。写作品的时阵，无一定讲逐首拢一定要有这个韵脚啦。但是，那有是上好，尤其是传统的歌曲，一定要有这个韵脚，好听起来再顺口。所以，嘛是学习了真多，才豆豆啊，安尼是几年来写几百首的作品啊，发行几百首的作品，对我来讲，伊才是讲一年爱写。笔记本的最高的一本，一年一定要完成一本，不管伊是有卖啊无卖，好，这个歌我拢会留起来。对厝内面的窗仔门，我看出去。我敢若亲像看到外口伫咧落蒙蒙啊雨，我泡一杯茶坐伫遐看蒙蒙啊雨，亲像看到一出电影伫遐咧播，足久啊足久啊足久啊足久。
是差不多几年的时候熟悉郭志怡老师。当初时是伊问录音室的头家问看讲，敢有人会晓唱台语的即个 demo， 做唱小样。迄阵即个录音室的头家伊嘛是熟悉我，伊就甲我推荐，然后伊就打电话给我，那我就毅然决然，我就是一定要去唱，因为我很爱音乐嘛。其实我迄阵是已经无搁再写歌了，就是拢一直咧沉淀我家己，所以迄阵阮朋友甲我讲要唱即个歌的时阵，我就很开心，就去即个录音室。迄阵我毋捌听过即首歌嘛，但是我视谱能力还可会使啦，我就一次就唱好了。伊有了我惊，叫我惊着啦，想讲哪有可能？哇，你哪会唱甲遮顺啊？好，因为其实我足介意的嘛，足介意台语歌。我话那怎么哪唱了遮好，唱甲遮顺？结果嘛是一个缘分，无张伫即首歌变成我8年专辑内底其中一首《爱情袂分芳》。请开始就是因为要试唱这条歌的 demo， 才甲郭志怡老师熟悉。是，因为这张《爱情袂分芳》这张8年的专辑的唱法，甲第一张迄个查某囡仔是完全无共的，属性嘛拢无共，所以我就爱改变这个唱法。郭老师请你试唱这条 demo， 结果伊尾这条歌无卖别人，一直坑到你出专辑的时候，互你用安尼哦。是。自从郭老师甲你教了后，咱嘛知影讲，这中间你有真侪作品，市场拢真欢迎。你像讲富凯的《米酒配》，迄真正会当讲是 KTV， 甲即马佫足热销的歌曲。因为当初是唱片公司要套歌、要邀歌的时阵，讲要有许富凯唱。其实我就一直在想要安怎写。其实我写查甫的歌无遐尼济啦。但是嘛是拢啥物就是什么我们都去写，结果一直在想，其实我嘛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写。有一摆我咧看电视的时阵，就突然间看到剧情内底，女主角我在看韩剧嘛，的女主角的讲这个男的是她的，好像她心目中的太阳啊。那我就听起来，我听起来感觉就温暖嘞。这句话听起来是足温暖的，我就把电视关掉，我也无搁继续看，我就坐去钢琴遐的想看卖讲，要安怎把这种很甜蜜的感觉化作一首歌，就开始写，我就感觉讲这首应当是较属于比较 R&B 一点的，它也可以是巴萨诺瓦的这种节奏，然后我就开始。豆啊去研究了后咧，我就感觉讲，会使形容米酒配，米酒配就是你是我冬天的，那个是一粒米酒配安尼，甲我温暖安尼，就是那亲像伊讲太阳安尼，我无写太阳，我就甲写米酒配，然后写着，其实拢足感恩的啦，拢足顺的，就直接这样子把它完成这个作品这样子。针对无同款的歌手，去设计无同款的作品，其中一定原来加减，有咱家己的故事。较早真自然，写我的情你买袂起，写家己的心情。不过即马是爱将家己的心情入落去歌手的歌声内底，这款的调整一定原来爱有真侪设计的。是啊，因为写家己的歌，家己较清楚，较知影讲即马是要写什么种的歌曲，但是写别人就是无共，因为你毕竟你爱去了解，所以那我拄仔讲，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爱付出足多的这个时间，因为我本身嘛足介意听韩国歌，因为韩国歌我认为讲其实嘛足适合，有的旋律嘛足适合。这个咱用台语来唱，所以各种的音乐拢爱去听。
因为我以前伫外国读册嘛，啊，我拢听一寡我家己较介意的嘛，啊，听到的足传统的，我拢足受不了的嘛。但是我得一定爱，好逼自己讲，其实一直逼自己去认识，去认捌讲，其实为什么伊是一音乐？当我安尼一听搁再听，一听搁再听了，我认为伊足水的。我就深深的爱上它，然后我会当伫这个内底变什么无，该变什么无，卖好汉尼啊重咸，还是讲汉尼啊苦悲情啦。其实咱人生阁有盼望嘛，好，所以卖讲一条歌就互伊安尼太悲伤安尼去，所以你可能发觉到我的作品内底无讲遮尔啊悲啊，还。对其他的作者不好意思，但是我唔是讲因无好，其实有的是足重咸，这种的是符合这个市场，但是我可能是爱写个小可，个有一个盼望伫内底，这是我家己做音乐，我是希望不管个安那悲伤的歌，我希望内底有一个盼望。问啊，吼，这条歌，幽怨嘛是相像，嘛是伤心，搁带一条出路伫咧遐对无？对，是，因为当初是写家己唱，迄阵是伫许常德的唱片公司的时阵，拄好这首歌是第2张专辑内底的主打歌，一直到尾啊，就全伊认为讲无卖互江辉，互江辉来唱看卖，就开始安尼轮，江辉也有黄义玲，拢有试过，佮甚至苗可欣，好足多拢有试过，所以到尾啊也是无袂成功，到尾啊无意中唱片公司听到，好，所以才来问这首歌安尼。原来是你遮尔济当前所写的歌，毋过即摆听开口嘛是还佫足赞。甲头拄仔咱咧讲，我的情你买袂起是共款的。是。每一届的作品拢会去想到往事嘛，所以咧写的过程当中，嘛是有足侪感慨的，但是希望会当化作一首歌，嘛会当变做一个祝福。其实安尼对我来讲已经有够啊。心已经无别人，不管春夏也秋冬，一份挂念挂在心房，用一生等待一个人，用青春换一个愿望，人海中甲你结。放阮也找无望，对你思念，牵手也是你一个，爱你无想代价无后悔，一寸心思念心，亲像绵绵的酸涩，思无的人一个又一个。思念也是你一人，阮的心已经无别人，不管春夏也秋冬，一份挂念挂在心房，用一生等待一个人，用青春换一个愿望。
中甲你过暝，唔通放阮也找无伴。对你思念，较想也是你一个，爱你无想大家无后悔，一寸心思念心，亲像绵绵的酸涩，思无的人一个又一个。对你思念，较想也是你一个。想大家无后悔，一寸心思念心，亲像绵绵的酸涩，思无的人一个又一个，思无的人一个又一个。啊是安那，想讲家己搁行转来无前，搁用郑乔安来出专辑的。就是因为过去嘛是有几啊届，拢郭老师嘛是有甲我推荐互唱片公司嘛。那迄当阵反应并无讲足积极的，所以其实我一路行来，我嘛是足感谢天。我会记得这许常德老师捌讲过一句：家己写的作品爱家己唱，家己写的歌一定爱家己唱。所以我就秉持着这一个意念，伊嘛是郭老师嘛是足用心的，伊就是认为讲无为这个幕后来写好这个歌手，咱才搁来行来这个目前安尼。那过去的迄个过程，咧写的时阵，那我拄仔讲，就是一直付出嘛，吼，一直默默的一直写，一直修炼这个功课，也是因为讲这个过程，赚的微薄的这个收入，吼，甲伊累积，认为说，总有一天我家己出好啊，因为既然家己写的歌，安尼咱就家己发嘛，所以我嘛是拢有祈祷，感觉讲安尼行足平安的，就是讲意外这个对音乐这个执着，所以我就开始去大陆，后壁去大陆发展的时阵，才理解讲，哇，因这个福建的所在，听的音乐也搁较久，也搁较传统，也是就是讲。那敢是咱30年以前的台湾啦。对我来讲，后壁我发行的这个8年的专辑，其实是为什么叫8年？但是内底无只首8年的歌，但是专辑叫8年，但是这张专辑已经准备8年啊。所以8年的煎熬，有8年的辛苦，8年的付出，甲8年的期待，拢伫这每一首歌内底。发行了后，大陆这边、福建那边是较无法度接受，为什么？因为因听的歌阁是伫较传统的一代，差不多28年前。对，28年前，阁加20年，所以这个8年是因为我要写好咱这个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方向，但是已经经过8年啊。其实这个8年过程当中，阁有足侪已经歌曲拢出来足侪新的啊，像我以前迄种足早迄种较新的歌，后壁15年以后卖的时阵，有的歌是搁爱卖。唱片公司打电话甲我讲，哪会这个作品哪会卖较早寄互我？敢有搁有这种的？老师你会使写这种的物件？倒一条，头讲一个。
切仔面啊，系啊，啊，搁有迄个新娘衫啊，啊，搁孟婆汤，迄阵伫个曹雅文的专辑啊，爱情歌啊，杜新田啊，孟婆汤，郭庭云，这个歌拢足新的，所以我甲因讲，这毋是即马写的，这是15年前的时阵的歌啊，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因即马要行的、要收的是即种遮新的歌，但是我是15年前就已经写起来啊，所以我拄仔讲的好歌不寂寞嘛，所以我认为讲，即个物件一直到即马该完成起来，就是要看即个市场伊要爱啥物，所以我家己搁出一张《暖暖七情港》，这张《暖暖七情港》着3条。我惊一个讲哇，就是抖音啊什么，就大家都在传唱，就翻唱也好，拍视频都是用这一首对嘴拍视频。台流音的文化就是安尼，因无电视，但是因看的拢是抖音，抖音就是因的电视。所以我会感觉讲，安尼我市场抓到啊。是虾米口味？就是那我头拄仔咧讲，就是拢较古、较传统、较接地气。所以暖暖七情港。等无伊戆戆啊等，即种的就是足接地气的。其实我发现讲，歌曲毋免长，其实我写互因的歌，拢是一段 A 段、一段 B 段的安尼尔。但是有时候发觉越短的歌佫愈歹写，但是咧写的过程，你甲重点写出来就好，因为因就是要爱足直白的，重点写出来就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有感觉讲，没想到我一首接一首的被抓住了。啊个等你到何时，这条歌上那个头条在那边是破2000多万，所以我也感觉讲，这样子大陆市场我抓到了。可是我深深的在问我家己，这是我要爱的物件吗？我唱给恁听。我开钱，我做音乐，我甚至开钱，家己做导演，家己拍。这拢是我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讲我爱拄到的。请人拍 MV， 一首歌比咱家己做唱片还佫较贵。但是我曾经捌甲上天祈祷一点，就是讲，敢袂使佫甲我扩张我毋知影的。我想袂到，讲几年以后，伊竟然是甲我扩张伫个拍 MV 这块。我不是专业，好，我不是专业，当然是人足侪专业的，这导演，我只是讲拍我家己的，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一些，因为这东西我爱拄到的，所以我就一一的去学习，我去学习，去研究，去了解。所以就到尾啊，把这些物件拢甲用起来，呈现给大家。啊，想袂到讲，伫个大陆是遮尔啊受欢迎，我本身嘛就感恩的。但是，等到我拄仔咧讲，这个是我要的嘛？其实我要的是什么？但是我还未唱到我真正迄个查某囡仔的迄个风格。我告诉我自己。会搁转来，我要甲完成我上早的时阵上新的迄个台语歌。即马我要用搁另外一种的风格来去甲诠释，希望我会当做了，会当合市场的喜意。虽然这种是独立创作的物件，伊毋是讲主流，嘛毋是讲市场，但是伊是一个创作。我也希望讲。在日后，我能够会当呈现出这些作品来甲介意我、听我歌的朋友来分享。听乔安老师伫咧讲创作的过程，过程我就想到，恁若要买 iPhone， 一定要去美国买，因为迄高行独市的。恁若要听台语歌，到即马全世界的国家拢共款，一定要来台湾才有出这款的作品。台湾人的台语歌到目前，犹原是。向全世界外销的输出国，尤其郑强老师的作品，未来的郑强老师要搁甲咱推出迄个查某囡仔的连续片，
用行去遮尔远的路途，经过遮尔济的过程，对着台语歌有遮尔深的体会，继续输出，向全世界输出。迄个查某囡仔新的面貌，老师阮真正期待。啊，今日专工来啊，互我邀请，伫咧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一个阮对你表示致敬的手印。老师请好。，谢谢。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老师请坐，老师咱坐。无论是对唱的小滚滚，还是独唱的棉石被，市场遮尔欢迎、遮尔新鲜的作品，拢是郑乔安老师用心计较创作出来的经典。当然，更较价值的是创作这款的心灵永远无改变。我相信老师，咱拢同款。迄个查某囡仔对音乐的原始的热情，还佫伫咧咱的心内。阮真期待老师下回若佫有新作品，一定要佫来开讲。好，多谢谢谢。心所爱的歌，下回再佫来开讲。多谢，老师多谢。真正的，迄个查某囡仔永远还佫伫咱的心内。迄个创作的真诚。